今日請到3位嘉賓都係嚟自工會聯合總會嘅嘉賓上嚟㗎，亦都係非常之有份量先。咁先介紹嘉賓先嚇。咁坐喺隔離咧就係何樹興會長啦。早晨啊！你好。咁另一位咧就係鄭仲碩理事長啦。係你好。另一位就係我哋嘅江玉輝秘書長啦。歡迎晒3位。早晨。係你好先嚇。先講一講啦。今次我哋主要上嚟都係想傾翻，就係今年正值就係我哋嘅工聯就係65週年啦。咁同埋我哋有個新嘅成立咗一個新嘅工聯大廈啦，新嘅落成啦，係咪先？先講一講啦，65週年喎，啲咩大計或者有啲咩系列活動先？咁為咗呢個65週年啦，一個我哋希望咧就加強我哋工聯總會同群眾方面嘅接觸啦，亦都係舉辦咗一系列嘅活動嘅，當中會用文化、康樂啊、體育呢方面啦，即係形式咧去同我哋群眾方面去接觸啦。咁首先我哋會有一個65週年嘅特刊。咁裏邊咧就會有我哋工聯一啲嘅歷史啦，亦都係記載住回歸之後15年裏邊，我哋包括一啲我哋嘅維權個案啦，15年裏邊我哋一啲服務機構裏邊嘅情況啊，會有一個詳盡嘅介紹嘅。咁除咗呢個特刊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工聯機構任我行咁會透過個社交媒體或者社交平台裏邊咧收集一啲相關於工聯一啲嘅相片啦，等佢哋認識工聯多啲一些嘅服務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飛躍工聯65年嘅時光隧道。咁我哋會將工聯一啲比較珍貴嘅圖片咧製作成一啲展板咧，就會喺我哋嘅社區中心啊、服務機構嗰度咧就俾大家去瀏覽啦，亦都係加深大家對工聯總會一啲認識，亦都令到一啲老居民、老工友一個緬懷翻當時一啲相關嘅情況咯。至於一啲康樂啊或者文化方面咧，我哋有工聯嘅歷史知識嘅問答比賽啦，咁亦都會係有我哋一個職工競技嘅嘉年華同埋一個環山跑嘅活動。咁當然以今年工聯嘅65週年一個咁大日子咧，加上我哋工聯大廈一個從呢個以前嘅康樂館而家重新建成一棟大樓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開幕儀式係喺當中65週年系列裏邊嘅安排嘅。啱啱鄭生就提到有個新嘅工聯大廈就正式落成啦。佢前身我知道係呢個工人康樂館嚟㗎嚇，咁而家正式落成啦。其實中間係咪有好多嘅問題，或者其實好多嘅嘢係發生咗咁其實？係啊，工人康樂館咧應該係澳門老居民嘅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嚟。大家都聽過晒，其實都已經。大家聽過晒。咁咧，其實喺1950年咧，工聯會成立之後咧，首先咧，我哋維權係我哋嘅宗旨，但係服務工友咧都係我哋另外一個重要嘅工作嚟嘅。咁所以當時咧一建會之後咧，我哋就成立咗呢個勞校同埋呢個醫療所、工人醫療所，咁啊解決職工嘅子弟教育同埋醫病嘅問題。咁啊其後咧，我哋覺得當時嘅職工咧都係缺乏一啲休閒嘅設施啦、餘下嘅設施，所以我哋咧就喺何賢先生嘅支持之下咧，我哋租用咗南京戲院即係叫做我哋而家叫做康樂館啊，工人康樂館。咁嗰時咧就1956年咁咧就建成咗我哋一個工人康樂館呢個綜合嘅娛樂嘅設施。咁裏邊當時其實或者會長都會記得啊。就我年青啦，我就唔記得啦，真係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想一啲。咁當時其實係有乒乓球室啊，有呢個圖書館，又有茶水部，有呢個小賣部，都係呢啲大家記得嘅一啲項目嚟嘅。其實回想翻，其實好多點滴在心頭嘅，應該係咪咁講？會長？因為工人康樂館咧，當時我好年青啦，應該講亦係我哋後生仔女一個好中意去嘅地方，一個歡樂時光啦喺嗰度。咁如果我自己喺工人康樂館咧，都經歷過咩咧？因為嗰陣時有劇場啊嘛，咁有啲好平價嘅電影啊，咁我讓我哋可以打工仔去睇下戲啊咁。咁當時咧，我自己係義務勞動嘅，我做大位喺嗰度做大位。另外嗰度咧，亦有我哋一個文娛嘅地方啦。咁當時我哋又唱歌啊、跳舞啊，都可以喺我哋康樂館嗰度進行啦。咁我自己都喺度唱過歌、跳過舞，亦表演過，所以確實係好開心嘅一笪地方啦。咁亦受到應該講我哋廣大嘅打工仔啦，我哋嘅基層群眾咧，都係好中意去嗰度。
咁當時有啲提供咗價廉物美嘅一啲食品咯嚇，我好記得嘅就有豬潤湯，有豬潤湯非常之受歡迎嘅。但係而家回顧翻咧，其實已經65週年啦。其實而家重建咗啦，其實應該好多嘅生活歷程都入邊，其實而家慢慢重建咗啦，變成咗一個新嘅一棟嘅工聯大廈啦，可以叫做新嘅工聯大廈。其實而家新嘅工聯大廈入邊，新嘅設施、新嘅環境亦都非常之優美啦。可唔可以介紹下入邊有啲咩設施俾大家先？好，咁我首先咧想講講咧，我哋個建築過程咧都有啲令到我好難忘嘅地方，即係好多困難嘅事情，有困難嘅地方嘅。咁建築期咧有成4年嘅，我哋10年開始起嘅。咁點解一間7層高嘅大廈要起咁耐咧？其實由於有個主要一個原因咧，就係話我哋籌建呢個大廈咧，咁咧得到特區政府咧就要求我哋一樣嘢係咩咧？就話當時呢個沙梨頭區嘅交通咧。就想做一個整治嘅，想起一個天橋，但係咧就冇一個天橋嘅落腳點，所以就情商我哋工聯會係咪可以喺我哋起嘅大廈嘅時候咧，起埋一個天橋嘅落腳點，包括扶手梯、包括電梯，呢個喺澳門咧比較創新嘅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哋研究呢個問題咧，就拖延咗一個咁嘅工期，所以呢個係比較難忘。咁最後咧，而家我哋建成咗之後咧，係有呢個公共嘅設施，而我哋亦都象徵式咁用1蚊咧，就租俾民政總署，咁啊開放俾所有市民去使用呢個天橋，包括呢個我哋嘅大廈入邊嘅一啲公共地方，呢個係我哋比較難忘。咁而大廈建成之後咧，主要其實係有幾個重點啦。一個咧就係地下咧，我哋有一個維權服務嘅綜合嘅中心，就係為工友咧維護佢權益，提供一啲諮詢或者係求職嘅轉介等等嘅服務啦。咁1樓、2樓咧就係我哋嘅活動嘅場所啦，係禮堂啊等等啦。咁3樓咧就係我哋一個工會嘅活動中心，係俾我哋各業工會咧可以租用嚟做一啲活動啊、做班組啊咁。4樓以上就係我哋辦公嘅地方。大概就係咁嘅情況啦。咁其實好歡迎各界都可以過嚟去一齊參與啲活動啦。當然係咪先？嗱，我回顧翻之後嘅再之前嘅典籍啦，65週年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其實已經喺澳門嚟講係算一個比較歷史又有歷史嘅一個會嚟嘅，可以話係。嗱，呢度15年啦，我知道咧，你喺新聞嗰邊係分為4個嘅年期啦，一個就係艱苦創業年代啦，一個就係火紅激情年代啦，參政議政年代，回顧後工聯工作嘅回顧咁樣，即係回歸之後工聯工作回顧呢4個大期嘅。嗱，之前咧都係整備咗呢個片段啦，或者啲圖片啦，俾大家一齊去睇下先。我哋一齊睇啲圖片先嚇。圖片入邊咧，我成日見到咧，呢啲咧全部都係你哋工聯嗰啲有活動其中啲圖片嚟嘅嚇。先解釋一下，點解會分為呢4大個年代咧？點樣劃分嘅其實？因為而家我哋諗翻起咧，65年前咧，澳門應該講係一個相當困難嘅一個時期。如果尤其我哋打工仔咧，應該係非常之艱苦。咁一個由於長期咧喺20、30年代嘅時候，我哋嘅政局不穩，咁我哋澳門咧其實亦冇乜嘢資源可以咁樣講，所以工業啊各方面都係冇嘅。咁所以我哋嘅打工嘅就業嘅機會亦唔多，行頭亦係好窄，收入亦係非常之低，所以工人可以講係處於一個非常困難體現乜嘢呢？一個有病冇錢去睇醫生，第二我哋嘅兒女冇錢去讀書，讀唔上書，呢個係非常之突出嘅情況。一個就係出現勞資事件嘅時候，我哋工人處於一個非常之弱嘅地步咁樣。所以喺而家講65年前呢，我哋工人就係自己去諗，我哋需要有分一個組織去團結，係咪？將我哋嘅生活爭取去改善。咁所以喺50年嘅1月20號就正式由12個工會組成咗一個工會聯合會。咁當時我哋嘅口號就係要乜嘢呢？要團結，係嘛？我哋要福利，當然我哋最前邊嘅就係要愛國。咁所以就係愛國團結福利，咁作為口號就將工人去凝聚起上嚟。確實得到工友嘅大力支持啦，咁亦有各界人士嘅支持底下咧，我哋一開始就實現我哋嘅一個夢想，就係我哋辦起咗醫療所啦，係有我哋自己嘅醫療機構。另外咧就係有勞工子弟學校，亦係喺我哋一成立嘅初期就即刻辦起上嚟，就解決我哋工人仔女下一代嘅讀書問題咁樣。
咁所以嗰個時候確實係一個艱苦創業嘅年代咯。咁喺嗰個時候，確實我哋工運嘅前輩，佢哋係犧牲咗不少，係咪？有一個奉獻嘅精神，咁樣去為我哋嘅職工去打拼。咁當然喺嗰個時候咧，亦有不少嘅勞資個案嘅處理啦嚇。我見到聽到會長講已經開始有少少感觸嘅感覺，因為係講之嗰個時候咧，見到一啲嘅圖片咧，亦都係非常之珍貴，亦都係見證住澳門發展嘅一啲嘅進程咯。話係鄭生有冇啲咩補充下？其實咁其實咧就剛才提到咧，我哋有啲珍貴嘅圖片，一個咧就特別希望透過呢啲珍貴圖片咧，一個就係除咗俾老職工個緬懷當其時嘅情況之外咧，亦都希望俾到一啲新嘅年青職工又好，廣大居民好，對於我哋爭取呢個方面嘅權益方面咧，我哋如何爭取翻嚟嘅呢個有一個歷程。一個歷程，亦都希望一個體驗，亦都知道要創建一個和諧勞動關係好，或者一個和諧社會好，係需要一個不同形式、不同嘅活動裏邊咧，去構建好呢個整個社會裏邊嗰個祥和嘅氣氛嘅。嗱，我哋回顧完65週年啦，咁就不如講講未來啦。未來工聯嘅發展會係咩方向定係點樣咧？或者我講一下，因為正話講咗啦，回顧咗點滴我哋65週年咁樣，就嚟到啦，係咪？1月20號就係咁。其實工聯我自己去諗，工聯總會65年嚟，我哋始終堅持嘅就係辦會嘅宗旨。辦會嘅宗旨一個當然係我哋職工要團結啦，另外一個我哋就係作為工會，首先就係要維護職工嘅權益。咁另外我哋確實係65年裏邊咧，亦係力爭點樣為職工提供一個服務。咁所以我哋而家嘅服務都係多元嘅。面向未來，我相信我哋喺維護職工權益、服務職工呢個宗旨係始終堅定不移嘅。咁當然啦，面對社會嘅發展咧，咁我哋亦力求嘅就係要與時俱進咧，去回應職工嘅訴求。因為而家我哋職工隊伍嘅變化亦非常之大，可以講職工嘅對我哋嘅要求亦係多元嘅。咁我哋力爭嘅就係喺維護職工嘅權益，作為佢嘅維護者同代表者。回歸之後，我哋嘅自己嘅定位亦非常之清晰。我哋係作為特區嘅建設者同埋參與者。我相信喺未來裏邊，工聯總會亦係會堅持住呢個辦會嘅宗旨，努力去爭取自己工作上面嘅改善，能夠回應職工嘅訴求。好啦，我哋都希望啦，工聯可以繼續啦，為我哋澳門啦，去作出一啲嘅貢獻啦。多謝晒3位上同大家傾65週年嘅事，同埋我哋新嘅呢個工聯大嘅成立。多謝晒，咁多謝先啦。